关系南台湾，这行政院证实讲，副院长陈丽君带关税谈判团队已经再去到美国华府准备新一轮的协商。兼任民进党主席的总统赖清德今日在中常会强调，台湾的团队会维护国家和产业的利益、国民健康和粮食安全等原则，达成台美博弈平衡。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是认为，不应该互相作业，爱和民众了解台湾的牛多一部分。前一日，行政院经济发展委员会召开顾问会议，全无看到副议长陈丽君的身影，正伊证实陈丽君已经佮带领关税谈判团队去美国华府进行第4摆实体协商。我们持续秉持深化台美经贸关系、双方互利互补的2个原则进行谈判，也期盼能够完成维护国家利益、守护产业利益、守护国民健康、确保粮食安全等4项任务，达到促进台美双边贸易平衡。行政团队用开诚布公的方式，我们不必全部都说，但是有一部分一定要早一点，让产业、让我们国人知道我们碰到的困难是什么，我们准备让的是什么，我们可能牺牲的条件是什么。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呼吁对美谈判无应该互相作业，由于川普宣布日本对顶关税，为25%降到15%，正做目前亚洲国家中上低税率。不过条件是对美国开放市场，也让各界更加关注台湾的最后税率。从那个24降到15嘛，降9个百分点。那如果我们台湾是比照办理的话，那我们会从32降9个百分点，那结果就是23。我们的谈判团队看看是不是能够再拿出什么样的一些筹码来说服川普。学者分析，日本的谈判条件比台湾好，台湾关税可能落在20至25%之间。前经贸办总谈判代表郑金忠2日参与华府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的线顶座谈的时表示，希望美国认可台湾配合的态度，继续推进谈判，也对咱国政府提出建议。If I'm still working for the government, there are 2 things I would do. One, I think would tighten up this transshipment market access issue. Can have more rooms, but we should be able to do it. 共同舞会前美国财政部副助理部长塞瑟是认为，台美的贸易谈判有真侪重点，包括转换生产地、半导体扣税、加代票汇率等，有可能无法度伫8月7日进前做出结论。公司新闻采访报道。